看到亲民党部分区嘅立委李通浩喺度台湾东北角出世嘅每日行业，佢嘅專长係財務金融，是做個第五屆立委，還有專門一屆國台代表，本單對政治都唔會上手。不過到學者身份專業到警探，李通浩還係保持能做學問嘅嚴挑態度，關心能國家嘅經濟，也為人民嘅權益來做把關。看起來冇乜嘅上面嘅機，其實佢有一種夢想，就可以嘅目標掉。9點嘅車運站，人來來去去，大家看起來真低調平凡，但是帶得溫人風範嘅形式。佢係親民黨部分區立委李通浩，拿等手機聯絡公司，佢嘅行出車運站，當日操察員用行街去上班。這是係李通浩嘅親民身法。也隨時同高階嚟刺架，講立法委員也不過就係一個普通人，進來做立法委員，只係做一個職務，嚟幫老百姓嚟解決問題。希望平民嘅身法是本穩健，國家集權民意。宣傳期帶領嘅親民黨團透過會係推動，但是李通浩還係希望，把呢個力量是發揮正面嘅影響力。我們親民黨扮演的角色非常的簡單，就是叫做忠誠的在野黨，它就是要代表人民來提出合理的詢問，並且希望能夠借此呢提出具體性的建設性的意見。不斷做一個清潔嘅中型在野黨，所以意識好加嘅嚴條態度。辦公室度當年聽嘅英文版《金融時報》同華語嘅日報，係李通浩聽出嚟拖嘅報紙，佢咪要求處理聽出嚟款，詳細了解關於外界重大議題。呢位同處理強下做足功課，希望本穩健國家有利。他可能會從這種英文期刊或是這個外國的一些資訊裡頭，希望說我們能夠去了解一下國外在一些財經議題上面的一些趨勢。跟民生相關的一些趨勢，所以我們就必須去閱讀很多的資料，比如說草擬一些諮詢稿，啊，委員就會一個字一個字改啊，這樣子就很像當初寫論文那種感覺，對，還蠻有當初學者把高數嘅精神吧，把高數嘅精神吧，來監督只能當做指導論文啦。還能要求政府做某個事情以前，一定自家訴狀，一定有啲東西嘛，政府第一點係整個關心一個問題，第一個問題和哪啲。講得滿意嘅看法，李通浩希望做一個硬頸嘅抗議。實際公司行正要求要當堅持，但是私底下沒有輕鬆嘅一面。採訪兩日，以及新界目州風怪起，如何輸入研究室。李通浩看到又滿意又歡喜。原來呢個看起來真嚴肅嘅立委，實未同普通人相關，有一個夢想。自家有想到有一個係退休嘅時候，自家能夠開一個小店。能夠賣啤酒嘅話也不錯啊！那個奶從英國轉來嘅時候，佢同佢買一個做啤酒嘅機器，那樣將來可能有空嘅話，好來準備做啤酒了，所以是好玩那個。對各國目州飄頭、目州紅，到各種項目嘅目州街，都係極嘅精彩。因為新目州對李通浩來講，是唱戲品嘗各國文化。全世界有100多各種各樣的啤酒，甚至歐洲有個國家這個啤酒，一個啤酒店都係這個就2500多種的啤酒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啤酒是一種有意思的文化。對資訊台行講話同經濟又當有呢個立位，到私底下講話斯文又親切，見講深愛夢想嘅平凡人。地下做親民黨團總召嘅李通浩，唔但才會帶領國會推動，展現理性穩健嘅實力，俾本人看到國會意見平民嘅一面。客家新聞方氣象王小康廖其正台北報道。